若副总统当选人赖清德是到美国去参加国家祈祷早餐会，谢伟宏安排伫上届头前迄排，第一届甲美国的总统、副总统伫同一个场合来出现。赖清德透早5点外返来到台湾，伊讲因为武汉肺炎的疫情，伊人虽然是伫咧美国，但是心是牵挂台湾的。 伫透早5点外，副总统当选人赖清德到桃园机场，这座美国行有真济成果。赖清德出席国家祈祷早餐会，包括美国总统在内各国领袖甲政要拢有出席。赖清德座位被安排伫会场的上头前的一排，嘛变成台湾受邀请参加祈祷早餐会人员层级上悬的一位。赖清德嘛进入北京国安会甲美国官员会谈点外钟，嘛写下台美断交以来拜会北京国安会上个关层级的记录。透早返来到台湾，赖清德看起来目睭要含含。我非常高兴能够以副总统当选人的身份。 去美国参加第68届的国家祈祷早餐会，那也拜访了一些朋友，过程非常的顺利，感谢大家的支持。伊讲人虽然伫美国，也过心关心台湾的疫情。我相信以台湾国际水准的防疫经验跟公共卫生医疗体系我们绝对有能力面对这一波的疫情大家不用恐慌。 会使看到，除了航空业的服务人员以外，赖清德甲随后伫机场的时，拢无挂喙罨，展现出对防疫的信心。